作為僱主，你可以如何代表你嘅公司註冊積金易？如果你想透過積金易平台管理你公司嘅強積金賬戶，首先你可以代表你嘅公司註冊積金易。如果你公司已收到受託人所發出嘅資訊包，請你預先準備顯示於資訊包內嘅積金易啟動碼，以加快註冊程序。準備好之後，前往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， 點擊註冊，選擇僱主，細閱通告，點擊繼續。點擊註冊前，請仔細閱讀指示，並提前準備好相關證明文件，例如商業登記證或公司註冊證明書及委任公司獲授權人表格。首先，請使用智方便嚟驗證你嘅身份。請準備好你嘅智能手機，你可以用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中嘅掃描器嚟掃描二維碼，並按照屏幕上嘅指示嚟完成身份驗證步驟。下一步，輸入公司獲授權人、聯絡人嘅資料及通訊方式，選擇以電郵地址或手機號碼接收一次性密碼進行驗證，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，然後輸入公司識別資料，包括積金易啟動碼。積金易啟動碼顯示於受託人向你公司所發出嘅資訊包內。透過輸入積金易啟動碼，你可加快註冊程序。如僱主未有參加任何強積金計劃，你需要喺呢個步驟輸入公司資料，包括公司名稱、公司類別及地址等等。如果你已經輸入咗積金易啟動碼，你將會直接跳至下一步，上載屏幕上所顯示嘅所需文件，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，並點擊提交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，你就可以成功提交積金易註冊申請。註冊成功後，你會喺2個工作天內以電郵或者短信收到啟動積金易嘅通知。註冊申請成功後，如何啟動積金易？你將會收到啟動積金易嘅確認通知。收到後，請前往積金易登入頁面 empf.org.hk， 斜動 ER， 斜動 LOGIN， 開始啟動步驟。點擊啟動，選擇僱主，輸入你嘅身份證明號碼及已登記嘅電郵地址或手機號碼，然後點擊發送一次性密碼，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，建立你嘅積金易用戶名稱及密碼。完成後，點擊確定，你就可以成功啟動積金易。而家開始，你可以登入並開始使用積金易平台嘅電子服務，包括登記強積金計劃、為僱員登記強積金計劃、處理強積金供款等。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。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？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， 了解更多。